今日要念的故事是树林内的细只碰鼠，西北虎来啊！图甲文是由伊娃姆拉卡佐桑所写的。一个夏天的下晡，水鸡艰苦甲咧吐大气讲：天气足热的啊！连草坡顶的花草拢惦吱吱无咧叮动，只有三只细只碰鼠也个足欢喜伫咧佚佗。恁这三个西北虎要来啊！鸟仔讲煞，就随雄雄公公飞走啊。水鸡听着欢喜甲叫袂停，真正是好消息啦！呱呱呱！碰鼠内面会婆婆个讲啥？伊会讲：嗨呀，咱紧转去树林内面。毋过也袂行到树林内，个随闪大雨。规身躯拢压到澹里落啊！这三只碰鼠伫咧雨中拼死走，大雨落伫草坡仔顶，噼噼啪啪，足大声的。婆婆树林下入口遐找到一个洞孔，咱先入去秘一下。咦，啥伫内面？原来是一对鸟鼠兄妹仔坐伫边仔角。恁嘛来秘风吗？这时阵，一只兔仔经过洞孔头前。喂，我规身躯拢压到澹里落啊！会当互我做伙秘风吗？酷酷大声甲喊讲：紧入来！唰唰唰，雨落甲足大诶，雨水拍伫树叶仔顶，树花仔袂输伫咧跳舞共款。轰隆，雷公嘛一直打袂停。轰！突然间，天顶卡一个足大声诶声呐！足恐怖诶！连鸟鼠仔妹妹嘛惊甲细声诶喊叫妈妈。天渐渐光啊，单位声嘛愈来愈远啊。落尾就讲：西北虎走啊呢！树叶顶的雨水滴滴答答安尼滴落来。这只鸟鼠仔妹妹伊的目睭嘛流一滴目屎落来。咱做伙去耍孔雀帮啊！婆婆甲安尼讲。这时阵，一阵凉风吹过来，甲树叶顶的雨水嘛吹落来涂骹。落尾就讲，咱伫西北雨内面变成好朋友啊！这时阵，树林内暗晡鸡就开始叫啊，叽叽叽叽叽叽叽。故事到这就念完哦。毋知大家有介意这个西北虎的故事哦？后一届咱阁再相见咯。